立委林俊憲上午佇副議長林志典、議會民進黨團的總召周家偉等這位年輕的議員陪同，共同推出青年親家帶男小庭的政策。雖然中央內政部9月份推出婚育財，將保留20%的社會主體作為婚育的家庭優先的立大。不過林俊憲則主張帶男擴大到2500戶，而且還推出租金減免的政策。中央有一個政策，就是社會住宅，它要提撥當作婚育財，它的比例是撥20%。那我會比這個比例再高一點，所以我會推動台南市就以目前的12000戶裡面，我未來會提撥2500戶作為婚育財，也就是呢，必須要有結婚然後再就說你符合其他的條件以外，再多一個，你必須要有結婚，你才可以來參加抽籤。那如果你有學齡前的小孩，一個學齡前的小孩就減免1個月的租金，這是全國首創。如果你有2個學齡前的小孩，那麼1年你只要繳10個月的租金。除了婚育財甲日租金的減免，另外在育兒的安全設施的補助，雖然目前中央針對包租代管提供1棟6000塊的補助，林俊憲表示，要和社會主體將放寬到專區的家庭，1棟會用的補助3000塊，嘛得到新手媽媽的議員肯定。剛剛委員有提到有關於這個育兒安全設施的補助加碼其實我覺得這個也算是我們在育兒支持上的一個算是更大的支持啦。因為像我的孩子在開始學爬的時候，其實我們都知道家裡這些零零角角的家具也好或桌椅也好，其實都是非常的危險。那當然，這個要購買這一些，不管是防撞條也好，軟墊也好，都是一大筆支出。那所以未來而且委員還提到，就是說這個是不止你在你住了這些社會住宅或是包租代管以外，你只要有媽媽手冊或寶寶手冊，就可以申請這3000塊的加碼。那我認為說這個也是很不無小補啦。那這個列到我們的這個育兒支持來說，其實也是非常的棒。立委林俊憲初估青年親家政策1棟大約需要5-6千萬的預算，除了需要議會議員的支持，立委嘛認為應當作為一種的投資。因為青年親家育兒，如果戶口會用設置台南，未來對着在位法人口數的計算，有可能差一個小數點就相差幾啊億。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好，謝謝。